有好势，马莎国家来主席，大家好，我係雜味，我係燕燕雜味哥，狂來狂去狂乜㗎？你狂乜㗎？東西？你老當係補論係啊？係啊，我攏講到咩啲啲係邊樣講？好，幫你看咯。好。講。拜讀狂石條，我啲咧。有冇？懷石。哎呦，強哦懷石，跟你懷石要幹嘛？乜解？我講懷石以前啊，生理就是那個新婦的人哈，有啲修行的時間，杜氏窯專門的青菜這東西啊，你還是要打坐啊、靜坐，然後在那邊整個修煉的時候，為了讓自己的胃能夠暖起來，杜氏窯沒用上鐵來炸，對，然後久了，就變成一種飲食哈豬茶的時間，那種簡單的料理。叫懷石料理，能夠墊胃，但是沒吃飽。我們講燕邊都厲害哦，沙飛金布的冇通用。懷石料理變做的是當澎湃一層，做的眼睛目睭看到東江的，最食到的咩當好食。唐一安講矮球兄弟咧。上台變好了，杜氏還一咬。我啲咧，你見邊吼？我介紹聽出係啦，懷石料理有關係的東西吧？總算他聰明啲嘅好冇？然後講係搶對啦，不得了，我講。散散就好來。節目專叫我清漢地講不得了。不得了。然後講假人，名誒人如其名。好，怎麼說？東江。啊。美容。天生就漂亮。歡迎來 TVB 邊緬甸住處龐美容龐住處，龐美容小姐好，謝謝。哎，你講我，你看，來問你哦，你還緬真有美容？是啊，我爸爸給我的東西都是水火哎，水火美容美的東西哈，是。細漢帶馬個關係？這個就是讓你們試吃的哈，因為按照我們的水晶花生卷。水晶花生卷是的，还有这个我们做了50幾種的醋啊，我今天特別帶了一道，今天這一道叫做香蕉。香蕉醋，香蕉醋喝起來會有幸福的感覺。這一道我稍微介紹一下，你們一邊吃啊。這個裡面呢，最主要的啊主角就是那個花生醬，這個純手工的東西，所以你的連它的鹽跟它的那個糖的顆粒你都吃得出來，而且它100%，對不起，要一口吃，嘿，要一口吃哈，嘿，100%這個就是全部都是天然。特挑的精挑的花生片哦，非常新鮮的，好東西耶嘿，吃過就知道了。對。那品種嘛嘅，我們大白是草莓大福啦，橘子大福的皮，是不是？皮是皮是大福的皮，裡邊都有小黃瓜，哪有是肉？你有幾講啊？那個花生醬之濃郁，還有顆粒，是鹹甜，對，哦，頂出那個什麼大福的皮之後，讓那個皮的 Q 度跟脆口度融合在一起，你會覺得你冇食過安陽皮呢？嘿，所以這一道我們的客人的印象都非常深刻的啊，很好吃咯。這個吃完，這個就是我們的用酵醋，嘿，你要最少哈要醃製大概1年以上的時間。對，我特別用心的是把所有的食材啊，全部啊，在大概1年2年以後啊，開始撈啲全部撈出來哈，全部打成泥哈，有撈個原醋夾用它，所以那個就是泥，香蕉泥，用這位打成泥嘛。對，香蕉的肉，嘿，對，用蕉肉哈，真嘅呢，所以喝起來會很濃郁的感覺。來啲。你以前一聽做美容咧，冇錯，係有團抽嘅，真的。然後我每次答對我都叮咚叮咚，來團抽嘅哦，是，真的很好哦，還可以啊。對你吃的東西，是一聽懂講究，對，比較挑，是兩種按多種的好，或者吃就是對你健康，是，有100億。
无一害。你看就去台，你系带来嘅料理咧。哎呀，谁带来料理？替掏出来带买料。我们今天哈来走哎招牌菜，按照金桔姜丝大肠。哎呦，嘿，这是我们独创的。独创，因为啊，用洗炒太床太卡用醋精啊、酸汁，用金桔的来做，用慢做，结果来看咯，来说一下，开始做。好 ，OK， 你下来，你下爱先开火哈，开火哦，还有铲子，哎，好。一叫妈炒台葱还是试过冻豆咯，不过就荆棘也，我倒是真正没试过。这是麻油。香油、麻油，哎，这两种味混合在一起的用意是嘛？一定要，因为哈，cái台葱哈本身哈，佢好有到cái煮葱的咸啊哈，所以对，所以就加一点那个香油在里面哈，对，哎，因为今天的量比较多哈，所以我多加一点香油哈，对，太葱哈，它难处理啦，你们懂搭心哎，你处理好哎哈，哎，对，这个哈一定好，很用慢，先煮好焖好以後就切哈，切好以後就炒哈，炒好以後可能一般我都會找個焖架下哈，因為該參該新鮮的經濟出來。我等一下，我這個先切一下。而且它什麼？你係記得係自家先酿過係嗎？每的給的很新鮮給的，只是說我們這個季節哈，雖然沒給的季節嘛哈，因為蔥醃子又溶掉紅菜哈，所以我們會把它冷凍，然後保持它的鮮度這樣子。對。冷凍過嘅。嘿，所以哈，因為本地有個經濟的項目哈，所以我切割啲了哈，本地個天然嚟嘅個甜辣蒜哈，可以融入在我們的大腸裡面。懂甜鹽的蒜。嘿，所以這個是我們獨創的一種。哈，做法跟吃法哈，100款都用荆棘，它有天然的这个果香，你知道吗？哈，那种天然的精油有没有啊？所以哈，它非常适合我们客家大肠酸甜的这个口味哈。那种一开始来做团队，一开始做米用的哈，你做米用几年？做了10几年。走，我拿一下那个对，这个面子给我擦一下哈，谢谢。做10多年，跟你那个几分钟说转做料，因为有一点职业倦怠哈，后来又被被朋友陷害了哈，然后就做了餐饮嘛，对，对呀，交到坏朋友哈。好，先来做出来，等下再来好 OK， 油差不多7位，系嘛？差不多了，好，差不多刚刚再稍微煸一下，煸一下它大肠哈。你個台整呢個台葱用樣辦處理，冇賣轉來嘅時間，到你樣辦寫。賣轉時間哈，其實哈，其實也本身哈，唔會講當歐洲啦哈，所以我們大致上洗過以後就下去煮。好，煮好以後，然後再下去燜。嘿，先煮過，因為薑太很暈呐。嘿，對。是炒太床哦，最重要是里面那个油脂，油脂在流着，有时候洗它某声音就油脂都洗掉了，就像嘛个酥嫩的哦。你放心，你放心哈，你一天也唔会啊。就爱丢了仲爱做饭哈，连3岁4子到95岁龙眼全部做这些哈。所以等一下你起而因此地雷哈，你试试看就知道。因为你是在讲洗炒太床全部含晕。它切，它熬冻久。不是，而且我们等一下有特殊的吃法哈。这个就是我们独创，这是我们招牌中的招牌哈。煮咩冇共用哦，因为你来先炒锅，先煸米好尖的哈。然后那个有一些猪大肠的味道哈，尽量把它减到最低，加甜呐，该咸啦哈。等佢煸咯油擦時間，因為先講你要朋友用埋開你啊。好，這個是20幾年前的事情。20幾年前，那你現在才25歲嘛？那5歲被陷害。對，那個30年記在銀行。好啦哈，既然做了這個哈，餐飲哈，其實餐飲後來想才知道說，真的叫做不歸路哈，因為
走落去在左臂后，人家从演员哈，这态度、生活态度就是这样子。啊，既然要做，就要把它做到最好，做到最后了。哎，对，所以我们从传统的客家菜，然后再到创意的客家菜，所以现在才可以做到最高等级的怀石客家怀石料理。嘿，所以等一下哈，你看还都有呈现哈，这地还都有容器嘛，为手动来里面哈。嘿，哎，你看到有一点点擦擦的哈。哎，有一点的哈。对。给啥好了？不要马改。姜丝，哈，椒麻丝哈，嘿，哦，今天不用可以嘛？哦，OK， 好，全下。我想讲，姜丝菜太同，姜丝没同重要啊。哎，是哈，这一定要的哈。对，客家酱，你客家酱，客家酱就黄豆酱。黄头丝，哎，全下。黄头丝哦，应该黄头丝看起来龙配啥冇香呢？对，这个我们有特调，又是特调，哎，一定要特调的。这个招牌中的招牌，一年四季哈，其实我们是用100多种的食材做成14道，可是分成春夏秋冬哈。哦，所以我们这一季就是春天的餐哈。那这个大肠呢哈，是一年四季里面唯一不换的一道菜。一吃肉，四季有。对，嘿，因它的绕 Q 总得换呢。哦，可以再给我一点酱油还是酱油？对，什么给拿哈？你用大家讲法嘅东西，我今日当出嚟笑哦，米用字講，哦，幾好，太長。抹混西居，我说哦，谁的肠子有分春肠、夏肠、是，没错，嘿。其实我们是用当季跟客家的元素哈，要懂葱油哦。对，3大元素去设计组合，好成4季的餐。算是对，你要算吃，该不会又会你特别挑选的秘密？对，也是特选。T 上用，还有糖哈，糖该不会也是吧？哎，糖没有。我来讲啊，一般不用粉糖呀，除为啥拍砂糖呀？对，这是白砂糖跟那个红砂糖都混在一起，对，混在一起。哦，所以你刚刚切的没？金吉哈，全部不用落去，全部下。这个不要下。好，来看的，来看。好，来全下哈。好，全下。好。你有没有觉得美容姐啊，她有一种气势？哦，我要她虽然讲 CC， 我要下什么，然后那不要下，我们2个就好像动手。动肉眼就叫你係貴氣。希望你的配合。你要出年的氣質，有啲人氣質，你不是特別講嘛，你就自己心理上嘛，他就會感染到別人，來吃落去有安尼領袖特質。啊，希望你哈，阿伯講過，盖玉米粉，爆秀粉，係啦，爆秀粉哦，弄條哦，你個當講也唔記得咯。好了，你這個吃也不用來弄，幫忙他。咖喱爆秀粉改，增加它的一个粘稠度哦，把荆棘的该香梅就嘛哈，嘿，然后该台葱皮mix 在一起这样。哦，还有弄点桃子哈，最后才上辣椒的，嘿，好，玉米这样来哈，哎。差不多了，差不多好哎。要焖吗？焖不是焖，我今日弄拿盘的哦。好，它都夹了。夹哈。哦，我偏多了蒜哈，拢係以前食的影響冇強樣。你用個天然的東西哈來做出來哈，你食了對身體好，對身體當好。哎，錯。不用上來。夾咪夾。啊是了到健康天然的东西对身體當好嘛哈。另外嘅石頭會放落來嗎？唔咧，石頭嘅夾樣是好咧。係，即係你知冇？來，你弄條咧，你要美美的弄，你介紹一下。講錯哦，好啦，你下來做一食呢下套美容紙帶來做得動醬嘅，按到乜雞？金桔太長，金桔太長，金桔香薑絲太長。
小尾子。太牛硬了，等哈，来弄起。麻烦你，先梦一。各要小心。观众，很强哦。一无寒世界。来数一下。冲山过南。我冇想到姜丝草那种做的做快速料理，你真件偏爱当酒，你还嘛该？这是我的特制的个皮，饼皮呀。对。酥酥脆脆的，用嘛该做面粉哦，好菜牛来讲，我爱唔一样用买种太简单哦。面粉做诶，所以我爱让弟讲，你讲的食法冇强，因为太简哦，是来帮饭啦。嘿，放你面皮来吃，去哈。姐姐按爆能吃吗？嘿，凉菜哈最特别个最麻烦是讲起饼皮很酥脆哈，所以呢就口吃好吗哈？你直接大口的吃。大口哦。嘿。1、2、3，我们一起大口。1、2、3，大口。那皮真厉害，很酥脆哈。这皮太厉害了，因为家个紧紧，当个蒜係甜盐的蒜头香，一般的蒜丝冇香，冇特别的香。饼皮因为底部的肠啊，有一点嫩嫩的，有点唔会按软的，恰到好处。嘿，冇杯哦，切。唔解有糖到上喎，嘿唔會吧？所以就唔可以換糖喎，真係好好食。走過去。我冇想到你係煮台蔥，特別你係果香，水果嘅香味，又酸酸又甜甜，冇按你本來食到那種感覺，那個酸醋醋精的酸味，是好天然，當天然嘅味道。係啊，一飯哦。有乜嘅飯？哦，也原味嘅日本哈，韓國音樂嘅這個扶桑哈，你看這時間吼扶桑當多種，還不看最少種10種以上。對，你有冇開哦？哎，這個種哎，所以你要做這些哦。啊，沒做的是。對，它可以加着醋哈，加着一些不同的調味啊，來選哈。我們有些季節，像下個季節，我們就會用到這個食材。那我可以沾這個醬汁吃。可以啊，可以啊。來試看啦。我做快餐料理吼，東西一定要好食，就像我講誒，還有什麼食嗰種氣氛。係，當然，食氣氛。所以講人家講快餐料理一開始可能唔係正餐，好嘛？他們可能是在喝茶的時候配的點心。懷石啊，做沒有，那是早期的時候哈，就是都跟日本中國的一種手法嘛，一種方式啦哈。你看，我是嗎？有點醬哦。我是美容姐的花哎。你想想看，漂亮吧？啲禪感度開始啦，唔係啲 V 開始啦。好啦，講真嘅，家講快手咧，另外咩東西要底下，你講一開始日本嘅一種書法係嘛？嘿，對哈。啊，早期咁講咧吼，就仲要3月3日來講哦，真麻煩啊。3月3日，我講好簡單對啊。嘿，東出西哈，是中間講起安好啦哈。啊，早期哈係個廟地陪讀哈，伊都個和尚哈，佢都早期佢都好嚴啦，廟規比較嚴哈，嘿，所以呢哈過午不食。過午不食，活動就是冇食嚟啦哈，嘿，摸不大人道啦哈，嘿，所以講哈日本有冬浪哈，所以講冰天雪地嘛哈，摸食就讀書會要啊，所以你睇下嗰隻石頭哈，其實係個小和尚哈，挺暖少來哈，然後補個抱年，然後把它串在這個胃哈，然後串在這個暖胃哈，嘿，所以安做的急要哈，不過哈都保姆。哈是許多安唔係講動人道的時間哈，還是安有到個大戶人家，改到不容易哈，或是個廟
对不？就摆哈，啊，记到和尚为起头讲啊，因他来到哈，冇掉东西不允许排泄哈，但日本人就你也知啦哈，佢冇买东西，东又少哈，啊又多，啊起头讲，佢都有些东西哈，该大户人家有钱人嘛，来到个庙哈，因为冇掉好的东西不允许，哈，所以是走到当精致哈，啊用来食材系用当好诶，哈，按照我们排泄嘛，慢慢就变做摆上料理。美容姐，你看你那是会大户人家，真的，还有狗干，还有带来什么东西？还有哦哈，盖我们的那个菜脯牛肉寿司丸，牛肉老菜脯又有寿司，还做丸子，对，夹来做一下，OK， 没问题。菜脯牛肉寿司丸哈，谈起来混搭中的混搭，更好吃咯。然后是那客家日本跟米永记，哎，看到料准备很多呢，做摆沙料理最特别的地方，除了静下心来，好好的做跟享受，唔单枪自家享受，还本人学，使人感受到你。懂清醒、懂细心去做的东西。好了，开始来做乜嘅？我先切一下东西。好啊。对。它个主要的元素哈，像主板咱捏到啊哈，全部会用到了虾米啊、香菇啦哈，也是用客家梅头做的啦哈。加切啲了啲啊哈，香菇，香菇哈。係造嘅啦，係新鮮的。造嘅哈，啊就要泡啲了水哈，再過來按切。下半夜長得煸哈，嘿，煸佢嗰時會香哈。當然一煸咧有功夫哦哈。對，奇怪哦，唔敢講講牛肉啲那味啊，來弄起，來牛肉啲，我要皇太后的感覺哦，小尾子奶牛，來預備開始。小尾子，那牛硬咯，定下我都唔麻煩你，新夢你來啦。OK， 哦，你係最好嘅哈，係五谷牛小排，五谷牛小排，摸过来牛小排，它的油花分布非常均匀，芳香哦，也是经过你美容过，一天來哈。哎，燒落去切呀，係做嘛？你唔是切咯，不用切，有，好，嚟本嘢油哈，嘿，橄欖油哈，好，來，好，謝謝，好。通常多少是講菜脯撈牛肉強下呢？嘿，加下奇人實地哈，因為我哋會創意料理哈。菜脯有分未嗬？有的菜脯洗下椒，有的係老菜脯，用嘅乜嘅菜脯？老菜脯啦，新菜脯會溶發完全冇同啦。哦，真嘅哦。老菜脯會泡煮湯，煮湯嘅哈，因為咧吼是會白香。你做料理當時有用到蒜頭咧？看東西，看東西，看東西哈，係，今日呢啲東西唔是用到解哈，下邊香菇哈，香菇同下落去煸。下邊還有香菇，容易煸香，煸又細節，哈，嘿，所以本身有金黃色啊，書香的感覺，這樣子，嘿，對，用料要蔥白，哈，蔥嘅鮮還有蔥嘅油啊煸出來，嘿，錯。嘅香味又煸出來啦，哈，誒，我講誒做乜？講開唔怕，係講係洋香豆泥哦，我係聽你講洋香豆泥，做山東腔啊，因為講開了，係冇馬威啦，唔講係咩乜學習，嚇，講試驗，係，快麻嘅，麻煩幫我染，一樣 ，OK， 好，為什麼我吃到紅色出一天腐皺咧？奇怪。一樣 ，OK， 好，還有乜嘅？一下調油，有一點紅色，還有炝鍋，一點炝鍋的感覺。好，調油。呢種呢調油係冇用嘅哈，比較粉哈。因為講美容節來，你節目，他也創了很多記錄。用辦個？平時嘅節目啊。說中共正給有上史地要被煮出來啊，對不對？像打仗一樣嘛。你看你不用愛懂事，然後懂講我要歸回原位。是。還有乜嘅？厲害哈。菜脯乾。辣椒嘅成標。你用點嘅好食辣椒嘅咯？嘿，辣椒到時都略個表達風景哈。
好香哦，有香气出来了哈，好香哦，香味出来了。这边加腐泽粉以后，嘿，错，好，这个放进来哈。好，既然家讲了牛肉啊、冰的，你应该可以做嘛处理，要上要煎。我煎过。煎，来拿平底锅来煎。嘿，错，平底锅还我冲来个夹不？哦，冲夹的哈，好来。香味夹出来。你爱嘛该？一行爱个呀。你爱啊？葱儿呛色嘅味素。其實咁講，那隻卵來種呢，就做得食飯。哎，錯。然後講太美王哦，按你出做也是。好來，龍飯、老家炒的皮料，對，老薑蝦。平庸版嘅想法，本人會想嘅做安樣型嘅料理。其實吼，因為客家菜吼，一般本人吃到當油、當鹹吼，嘿，和醋炒安型啦吼。啊，經過吼，因那種方式是吃到，客家菜又進入到另外一個境界安型。更愛上心，因為大家是各位經濟強勢太重，冇強用顛覆我以前的想法，馬上要想到用餅皮。夾邊來食，我們都做法哈，窮量啊食法哈就會變化哈，所以每個季節哈，這個食法係，啊你冰呢哈？係先冰呢，蘇大伯，當時先做，我先做出來，然後先做啊，哦，先做到彎的係嗎？係，竟然這個就壽司丸的一隻概念哈，種做法啊，佢很想嚟做40號，我食2集，你食2集，做得哈，來。小苇子，拍到哪過來？好，最近味道是咪都做得呢？來龍講係 T 牌拿牌的按講好嗎？我就不小心弄翻怎麼辦？擺盤哦，各盤要小心。觀眾，很強哦！一定喺度盤呢，哦，先表送你咧。家下就去煎樣樣是一雙魚安師傅咧哈。快上料理應該日本家己講日本語，日本好冇？要創下去日本哈，去觀察哈，還是看見到東西安心哈，係啊，去一家去解啦，學習，係這個學習，你感覺 ？OK， 好，感受，油水不用太多，你行下看到收台喲哈。哦。因為特別味道嘢食材前面講味道程度了，做得種了將來上食材。阿媽，我看到這樣嘅餐具吼，我是話特別味道機吼，來做上出吼來配合啲嘅哇，跟上次係講特別上出料理之後，就會開始想係用埋個東西來裝啲，會唔會想破頭？哎呦，創下安心哦，係啊。係，上到水落膠。係，的確咯。OK。對啊，當中不用放一些你知道。禪修的音樂，你隨便唱個老山歌好，我來做一些事情，譬如2句就好，預備開始。一無寒世界，來數一下。청산高南。好，做對了。數好嗎？好嘞。平常時來數了2秒鐘。速度哦。好。你喺農家煎的牛小排肉，用咗人家嘅牛肉丸當杯。OK， 我們準備的量是絕對夠的。度好哈。OK， 好。好，這個你幫我撒在上面。奶滴7味粉。要均勻的撒在上面。哦。師傅一出手就係冇窮。真勁。這樣你就不用擔心它放太多或太少，這樣子。好，來。對。冇記得哈，因為人家全部沒有調味，因為真正好的食材，你冇需要做強度的調味。7月粉是最最適合，對，最適合的哈。你呀哈，讓它點上去。你還乜嘅？要不要幫我放一下？我手。不用。
用来还走不赢的起屑的东西，嘿，对，对，哦，你还蛮讲，你还蛮哦，你还个你本来个辣椒丝，辣椒丝哦，你本来个功法吼，真紧自动，吼，人家推翻汉无法度做安尼来东西，做得切到安肉安细条，佢只有香梅哈，佢有蓝莓唔会安冲，这个好再多一点哈，对，爱用个东方戏呢，龙美容姐 Q 哈，算是就是你知道很属于哈版色 ，OK， 按讲多嘞，按做的，缝爱批网，完全无毒的东西哈，菊花其实是。其实都可以吃的东西，对。好，你就冇掉咯。讲下来食两道菜，很多嘛该。菜脯牛肉寿司慢。来呀！是，还有什么事？还有笔试，吃你的东西就没有心事了。没错，爱做就做到最后，做事的东西是死假死。哪些是？重信笔信哦，其中户外东西因此分享哦，就会按样走出绿色的哇，所以它这个3种不同的层次，真名很高一炒呀炒。我们用几个来生，727哈，UTPV 力重量，我舍不得把这个打乱，所以我们来吃一下。OK， 还谢谢了哈，然后嘿，最好的牛肉哈，哎呀，这生鲜牛肉，中华最高的嘛，用牛肉的香味哈，然后盖菜脯哈，盖香味，让牛肉有冇重要，好。来吃的我们用几档厉害耶！除了你刚刚讲按多的每一个都是主食材之外，来第你中马来用七味粉加盐，底龙给你的寿司丸，底部肚任何的材料都靠着它每一个七味粉跟盐顶出来了。哦，你懂内行呀？还有一个真的，然后我捞到两饭碗绵，你要去按究磨。粒粒皆分明，然后 Q， 那系啊，韩国我听上就讲你当场你客家做嘅粽啊，嘅做法，你讲你食起来，嘅牛肉嘅甜味，就到你盆地度，韩国呢，你係菜脯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啊，非常嘅香，還有呢，你炒到你係幾乎看不到的葱白。我做同教我講，日本的快餐料理又更上一層樓，係你客家的菜，客家的米永記，是永琪炒太重，點結嗬，又是飯東爆了，有甜點或什麼？你有安胎蛋嗎？又應該有甜點哦，那就安胎蛋，安強。娘娘，不好意思，我剛剛上工做很多事情哈，給我一點鼓勵啊，可以給我甜點，甜點哦，水很爆，另外一個味，做對嗎？沒問題，馬該甜點，牧草心奶油柿餅卷啊。牧草心，对，等一下跟你介绍一下牧草跟牧草。其实哈，一般来盖奶油哈，等一下讲，来了准备一下。OK， 牧草心奶油柿餅卷，是，再我講一遍，牧草心奶油柿餅卷來咯。牧草心奶油柿餅卷，大家第一，大家印象唔講，牧草心牧草心嘛，就像係食嘅嘛，檳榔心嘅花嘅最嫩呢嘅心，牧草心
给嘛个意思做嘛讲木错些。嘿，为什么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因为哈，一般我的奶油哈，很多都是反式脂肪，所以你吃的真的对身体不是那么好哈。那这一个呢，为什么会强调哈？因为哈，牛起来嘿，天然的木醋性，所以呢，奶油做出来后特别香。甲含其些人士地讲吼，为什么一天要指定要用量哈？买贵嘿，错，就量。做嘛要用变困哦。因为吼，要变成温度要够哈，要保鲜哈，所以一天要该变困嘅温度哈。它叫发提出来。嘿，对，嘿，你天然的东西哈，应该要特别注意啦。然后好的东西分出去，给出会分福气，是再回向给自己。嘿，没错。那个木主啊，日本人家东西吸人多，就会你个气饼要安设扎，当然不能一口接一口都在继续。因为起饼有多种有牛心式有笔式有一般的式那个咧系最好诶咧是所有柿饼里面最好的按照沙气气儿最好诶因为它好细只，它吃起来糯糯的感觉还有它那个柿饼的香气，对，所以口感好强哟，嘿，口感好强，跟它甜土咯，然后其他嘅起饼比好甜好甜哦，伊品质最好诶。口感最好哎，加其些的是地，还有时事，还有什么事？还有笔试，吃你的东西就没有心事。没错。你咩便便你啲便上拿出来做，好吗？来，奶油柿饼卷，先做嘛该？我们先把这个地头先去掉再把这个，你去加准批的豆的对，切对半，嘿，对半起饼一般，Andy。水卷糖对最特别的就是煮汤啦，对呀，现在还没有吃过加奶油的所以有没有想到安用组合？当幸福啦当你造型是的啊，害的啊，因为我想讲我达到实际我是就因为按幸福咯是要按好的东西，我已经他做15度咯，所以呢虽然我平常时应该是安排先啦本人他实际一条用最好最正的方式来表现所以有上千球咱本老去做出来本台这个按制作讲当正有当好食按现来个方式我包起来啊！错。我哋虽然讲有一点距离我批到那个奶油，真给侬平常时批的奶油冇空用，这个浓郁的程度呢，一闻起来就感觉甜眼呢。还蛮是还蛮变魔术师，变魔术，咩啦？你本身就讲咩是按爆按简单啊你还要用要把它用到极致极致对，以前我做是做好好的，做到最后嘛，你看对，来节目一开始就讲做到最后，做事的东西是实在是。哪些老师？将心比心将心比心你吃到好的东西，应该分享。我们台这个地讲有按好的东西，按好食有天然的系啊，因为好的东西出来因他是都放心，因他是安心，未当放心嘿。我看某事就全部包贴啦全部包贴没呀，回报没做对了，你偷穿你反面给救的这个是你去年来新菜最新的菜呢？我当年来嘅春夏秋冬嘅菜，全部冇用最少有1半以上啦。虽然3张也全部完贴，不过今年的比如讲今年的春天到明年的春天，到去年的春天就冇用啦。系啊，你睇看讲这种事，你天气冇听到没？这种事，某一天春天哪一个去年的东西，可能这个东西比较量比较多，可是搞不好到明年就变它细微，就会小。系冇？嘿，我会问人下讲你吃到哪样菜本人印象好深刻。好的东西会保留起来，嘿，是会从有到是会变性的东西出来啦，嘿，变性的啦。对，每一本银行接下来银行虽然讲东西当好食，人都共用啦你上是蛮厉害。
一滴滴的，不管迄阮室内东西，也迄阮摆饰，日本运动无强要讲。哎，对对对。你迄你以前做美容的时间，他无强用的，譬如讲嘉英英讲的，哎，做美容用的迄技术，对对，用术做工，你看做老师做食材除了有功懂厉害，还要用心。嘿，那是比较走木一种好知识化的东西啊，这个是不归路啦，又讲不归路，你要讲不归路。这个是哈活到老学到老，因为你一直要有新的东西出来哈，对，所以他学无止境的，对啊，因为你不管是你跳落水运动，那不在朋友们来讲，你工作几多小时啦，哈，系啊，真紧吼，24小時就加1小時。哎呦，不得，我们要甩梦，本梦对。哎，对，间歇咯，系啊，所以要25小時。做得报名牌帮俺无？哎，名牌係一家榴蓮用，我唔是用个搞个东西。不讲正经的，有常时吼做那种东西，做食的东西，快点，唔係正經為咗賺幾多的錢，錯冇？嘿，看到人食到歡喜，看到人食到健康，自家歡喜，然後給錢買唔到。是。我兩下那竹簽嗎？沒有這個哈，我們要把它的那個整個張力哈。你要正經要懂生意，要很細心呢。對，因為剛來看你切給苦力姆的時間哈，其實佢動員哦。是。有時候很容易就碎掉了，那個要很細心，很細心的。對。然後保留給試餅裡邊度。利用這種不一樣的食材，還要用這個竹籤弄起來。因為以前都哈，因為按鮑魚的時間哈，好多按水漿哈，那個視覺效果很重要哈。啊，我們再用這個大的竹籤哈，再把它再重新修飾過一下哈，那就會覺得整個的那個懷石的 feel 就出來了哈。對。今天上到時間已經看到嘅感覺係用白哈，冇講自家打造型安是，應該係日後起餅，日後可以。對，係啊，因為哈擺飾的那種東西哈，是按照視覺、聽覺、味覺、嗅覺跟觸覺啊，對，所以呢哈，有時候我們會讓客人自己去動手，哎，對，五覺哈，五感。我覺得在裡面對 ，OK 好，那再麻煩你哈，我盤呢，讓我拿過來哈。你又唔記得乜嘢？小尾子、盤子、來咯。謝夢怡。哎呦，你盤呢哈？好。懂厲害，你係你要準備做擺盤係嘛？哎，對。你係乜嘢法？這個黃蠶。哦，沃卡中嘅法。嘿。你下鋪出啲傳統要出的時間，咩要選好衝嘅苦力姆的時間嘛，哈。對。因為這一道是冬天的餐哦，所以呢。冬天的餐。對，所以呢，我們要有下雪的感覺。哦，落雪。又來了。Let it go。Let it go。哎，落雪的感覺，列出你編曲說的個關鍵語，知道嗎？是，我又猜對了，叮咚叮咚。你係咪個糖粉？嘿，糖粉哈。哦，糖粉愛過篩嘛，出嚟愛過篩，要講過篩。哦，就係按樣做出落雪嘅感覺。哇 ！Let it go, let it go， 啊，你會當甜嗎？冬天唔會，啲香香一下。唔會，因為吼，你柿餅佢本身唔會甜。哦，對。你很香啊，最愛乜嘅？七味粉。七味粉又出現了。對。嘛。有一點味道，可是它味道不重哈，它只有它的香味。對，這要最後的一個好。冇鹽哈？沒有，這個沒有鹽的。好棒哦。七味粉很香哦。就溜溜嘅。辣味，但是又不是辣，可是又加上糖粉，所以这待会吃哈，其实呢有3个層次哈。一落嘴期間哈，它就那個牧草心奶油柿餅卷，牧草心奶油哈，一直從你嘴裡哈慢慢散開哈，打開來哈，你會品嘗到那種很濃的奶油的香味哈。再過來哈，咬加幾下，其實該糯糯的這個石柿的口感就出來了。好，到最後的餘韻，
哈，所以七味粉的辣味就慢慢展现出来。所以它这个3种不同的层次，对对对。你那边提白是东西，先讲、是讲，那等下来证明一下讲的错也错，好冇？你下头穿唔该？牧草心奶油柿饼卷，那是1号。请好好享受。我在牧草上面滚动，太成功了啦！不过丑烂真的像皇太后。喜来的东西它真的有层次感，就像那个很优雅的香水味，它会一个一个阶段，然后随着你的这个感觉味道慢慢的出来。而且它钙元素是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些宝这样子，而且无穷无尽。对对对，很多的想象。是是是。当什么你乱？那潘得是了。哦，这都没得哦哈，你要平行哈，放入嘴里这样子。喂，好吃吗？我是唔记得坐下来好啊。请坐下。请好好享受。我在牧草上面滚动。然后讲，你四个饼的面是拢来记种的四个饼完全无共用。没想到保罗迪拜度本来的四个饼升级了，整个大升级。还有你毛杯撒糖粉，我觉得很合理嘛。通常不过个七味粉哦，本来呢四个饼。产生蹦出不一样的花，当然，对对对，所以每一个元素哈都有它必要的一个。董小姐这个设计上，最近哦又像蜜蓉姐讲的哦，就会喜来的东西它真的有层次感，就像那个很优雅的香水味，它会一个一个阶段，然后随着你的这个感觉味道慢慢的出来，那个奶油化开，哎呦，该起表就甜的，在通粉种上去，不动甜哦，会呢，因为啊，你还没感受到那个感觉的时候，那个辣椒味已经散发到你的嘴巴里了。太成功了啦！不过你今天哈，丑烂真的像皇太后。来看你做菜，按坚持，按细心，按有自己的风格。大家一开始就讲啊，这是不归路。这种时的心情转弯有懂挣扎吗？其实还好呢哈，因为个性的关系啦哈，因为我演员哈喜欢求新求变哈，挑战，喜欢挑战哈。然后我的座右铭哈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哇，一成不变的生活哈，生活的奉献哈，就我咧讲吼，可能我冇希望讲啊，就声音是安用过日的啦哈，因感恩呐哈嘿，就上天本安有能力哈，创造一个空间，韩国某出安户外嘅饮食哈料理出来哈，本大家同来分享哈，其实这是很值得感恩的事情。讲你自己对客家美食的感情，还有客家美食能带到哪里去？你想讲，其实哈，台湾又提到讲一下是讲哈，往年呐哈，客家菜本身起到讲哈，是好油好咸醋草嘅感觉哈，因为文则想法、文则做法哈，你可以呈现出完全冇共样的一种方式。安个哈，我点个当多的外宾哈，因为想讲，原来客家菜做到一种安样的方式的改变哈，系啊，所以其中客家元素是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些。
宝这样子，而且无穷无尽，对，有很多的想象力。是，这个当什么你来题目哈？你刚讲嘛，一年四季嘛。我讲啊，人家又谈到关键字啊，对，美容姐应该是才一年四季来杀给，所以呢，根本呢只吃到3道，一年你讲你越贵又洗头，跟最少就5-60头，跟慢慢来洗头，冇10个来啦。你看来标啦，好啊好啊，给个添加数，摸一下摸一下，谢谢。乡亲朋友啊，人生呢，出腔料理穷用，人生一边咸也甜也辣也系酸，只加一条皮，让每个人生自家来接受，出腔美容机，你自家变乜嘅人，你自家新冠度最低，什么嘢哦，好冇？今日时间爱数款加油，好势？欢迎国家来主持。上来了哦。人生哦，学到老，学到老，哈，我就人生都用到心哈，你做得过出完全冇穷量嘅人生到生活安心哈。分享大家有限哦，来新月沙湾亲爱了哦，哈哈，希望大家谢谢。